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中神嘅頻道。咁我哋今日咧嚟到中山西區彩虹片區睇翻越秀天越灣。唔知大家近排有冇刷到佢哋嘅廣告嚇？呢排降價咧降得比較犀利，而家最平嘅單價只需要11,000幾啊，你就可以買到國企開發嘅一個成熟配套嘅樓盤，3房嘅單位，而且大家見到啊，成個小區咧已經落成晒㗎啦，全部都係現樓啊，即買咧可以即時入住嘅。咁講到呢一個樓盤嘅話，可能隔呢2年啦會有啲爭議啊。咁我喺呢條片咧，亦都會同大家可以分析下而家最秀產品有咩優點缺點啦，同埋大家喺選擇嘅時候啊，點樣去避開不利嘅因素去買樓啊。相信大家睇到呢一條片結尾咧，都會有自己嘅一個結論啦。咁現時呢一個盤咧賣緊11,000幾嘅單價，其實同片區嚟講咧，性價比已經係非常之高㗎啦。最主要咧係佢嘅區域價值。彩虹片區本身就係配套成熟嘅教育強區嚟嘅，2公里嘅範圍內已經集齊晒大型嘅3甲醫院、大型嘅濕地公園以及11級嘅學校，所以無論係本地嘅供需客戶又好，或者係香港澳門嘅退休嘅客戶，揀翻呢一個區基本上就唔會出錯嘅。咁加上咧，近呢2年好多新樓都賣得七七八八啦，好似我哋天越灣而家咁樣，大家見到嘅入住率咧，基本上都喺6-7成左右噶啦。所以隨住入住嘅人越嚟越多，佢嘅配套係會越嚟越升級啊！大家都可以見到近排彩虹片區又要新開幾個大型嘅商業綜合體啦，同埋而家又有香港嘅中港巴士直通車站就會喺呢個樓盤嘅附近。所以對於退休嚟講啦，你嘅交通係方便嘅，配套係成熟嘅，而家樓價咧係唔貴嘅。咁至於佢嘅缺點方面咧，一陣我哋上到單位上面咧，會再同大家去詳細分析啦。而家我哋先去睇下佢85平方嘅一個示範單位。OK， 而家嚟到2棟嘅2樓睇翻示範單位嚇。咁2棟呢邊咧，同而家賣緊嘅4棟、5棟都係一樣嘅，兩梯6伙嘅配置。最秀嘅面積有2個，一個細嘅79平方，大嘅係85平方。咁而家2棟係早先開賣嘅，所以佢有一套示範單位85平嘅，其他嘅單位咧已經係全部賣晒㗎啦，所以係完全入住嘅一個情況啦。所以現時大家睇到啊，佢個公區啊各方面其實做得都比較舒服，無論係光線或者係通風性啊，包括呢啲瓷磚嘅一個用料啊、維護情況啊，都係做得比較好嘅啊。畢竟越秀係一個國企，所以喺管理呢方面水準都比較高。咁而家我哋就行到呢個85平嘅示範單位嚇。其實賣緊4座5座咧係小區最外圍嘅呢一排單位，所以佢出邊咧就係對住高鐵線嘅。但係我哋頭先有研究過佢嘅戶型排布，咁如果大家買79平方嘅噪音影響係非常大嘅，包括你以後轉手啊都會帶嚟一定嘅影響。所以如果我哋盡量避開不利因素去揀嘅話，我哋揀85平係冇太大問題嘅，因為85平呢2條腿咧都係望內圓嘅。咁價錢可能會有少少差別，但係咧大家係有得選擇嘅，可以根據你嘅需求，你個人接唔接受到，去揀翻你合適嘅一個單位。咁85平呢隻積咧，佢係傳統樹廳咁做到3個房間2個洗手間嘅，都係一個新款嘅設計，比較好用，實用率係比較高嘅。而家睇翻入門口呢個位咧，就做到一排收納櫃，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咁係3.2米嘅開間，參拍等寬嘅呢一個樹廳。佢嘅廚房同埋生活陽台會喺呢度嘅，參合廚一體化，咁樣嘅動線會更加合理。預留嘅冰箱位咧，都可以擺翻一部大啲嘅單門雪櫃。呢度廚房係可以企3個人嘅，出到嚟咧就生活陽台啦，咁咪晾衫嘅地方，同埋可以擺到洗衣機。所以各個功能嘅分區都係有做好嘅。主陽台喺呢一邊，咁因為佢呢啲細積嘅佢主陽台就唔係完全探出去嘅嗰啲開放式陽台所以大家到時候咧都可以考慮去做風窗。咁2樓佢係腰線層啦，所以到時候大家買嘅時候揀翻樓上嘅樓層出邊係唔會有呢嚿嘢嘅，咁樣成個視野就會更加好啲。咁望翻內園其實都幾舒服比較安靜啲嘅。
嗱，睇翻佢房間嘅排布啊，呢一個間隔咧係而家新開賣嘅嗰啲樓盤咧都會設計成咁樣嘅，即係針對呢80幾平方啊、90幾平方，佢呢度咧就比較慳走廊位一個小小嘅走廊位就已經係3個房間一個工位嘅一個走廊啦。咁工位咧佢係做到完全嘅3段式乾濕分離嘅，就算入邊咧有人上廁所，你喺出邊洗手啊、刷牙都唔怕。咁呢一間就係贈送咗一半嘅一個陽台房，都算比較市正嘅。中間呢度咧有個客房，咁其實你睇翻佢而家擺放嘅家私啊、電器啊，咁擺咗櫃同埋學習台之後，佢嘅空間仲會有富餘嘅，都比較好用。咁主人房咧，佢係設計成有個入戶玄關，呢邊咧可以擺成面嘅一個收納櫃衣櫃，咁可以收到好多衫喺度嘅。同埋咧有呢個玄關之後主人房嘅隱私性，包括隔音咧都會更加好。佢嘅套廁嘅空間表現咧，我都比較滿意。咁休息嘅區域其實擺翻張米八床都係冇問題嘅，比較市正都可以做到3邊6床。雖然話佢嘅採光面咧個窗就開得唔係好大，同埋有個梁位但係呢度咧呢啲凹位其實你都可以做翻收納櫃嘅，咁對於你成間房嘅收納空間嚟講係比較好嘅。咁我哋睇完呢度咧就係2梯6嘅，而家呢一套嘅話特價做到嚟咧就大概係105萬就可以全款買低嘅一個大裝修現樓嘅單位，即買即收即入住嘅。咁同時79平雖然有不利因素咧，咁佢嘅價錢會更加低啲。而家嘅總價大概就喺80萬至90萬呢個區間，特價多數都會係嗰條腿嘅。咁如果大家唔想要2梯6嘅，可以考慮下小高層18層高，有個2梯3嘅嗰啲樓棟，而家就帶大家過去參考下。好，我哋而家落到樓下，咁帶大家睇下特價嘅呢一排4、5座佢嘅一個風位同埋位置先。咁呢一排屬於係小區最外圍嘅一排啦。隔離呢個方向，大家可以望到啲橋墩嗰邊咧就係新武鐵路嘅一個高鐵線啦，所以離呢個最外圍小區嘅流動可以話就只有50零米嘅距離嘅，影響係比較大嚇。咁如果係大家買79平咧，就會喺呢一條腿嘅最出邊嘅呢條腿。咁你可以見到佢嘅主陽台其實都係望翻內園嘅方向嘅，可能發展商都有照顧到呢個方面啦，所以佢係會避開高鐵線嘅，但係佢就會有2個房間一個洗手間咧，佢都係望住高鐵嘅。雖然話我哋係封咗窗，但係玻璃佢唔係100%隔音嘅，所以你喺房間係可以聽到每一班高鐵穿過嘅嗰個空鳴嘅聲音，對於你生活嘅品質，我覺得係有影響嘅，有影響。咁建議咧就大家盡量揀翻，好似我哋而家4座樓下大家見到嘅呢一排85平方嘅，佢一條腿有2戶單位，其實左右兩邊嚟講咧，我傾向於係比較靠近入啲嘅，右手邊嘅呢邊呢排嘅單位，基本上無論係房間又好、陽台又好，佢都唔會望高鐵嘅，全部都係望原山，非常安靜、非常舒服嘅。好，咁而家我哋就帶大家去睇下佢一啲小高層嘅單位。呢邊我覺得反而係優勢比較明顯嘅一啲產品佢比我哋頭先睇嗰啲2梯6嘅會低好多。呢度總層高只有18層，2梯3伙嘅。而家就想示範單位睇一睇。好，我哋而家嚟到9座呢邊咁頭先睇嘅2座咧，佢就係總層高33層嘅高層建築。咁係2部 lift 配置6戶單位嘅，所以密度會比較高啲。而家我哋睇嘅9座咧係總層高只有18層嘅一個小高層，而且2部 lift 只係配置咗3伙嘅單位，所以等 lift 嘅時間係相對嚟講會短咗好多嘅。咁喺我面前嘅呢一個咧就係最細面積嘅一個88平方。經過呢一條過渡位。喺呢個方向咧，就左右手都會有一戶大積嘅單位，呢邊係最大面積122平嘅。咁嚟到我右手邊嘅呢一個咧，就係105平嘅一個中間面積段。佢整體係呈品字形嘅排布。咁呢2個大面積咧，其實戶型間隔上都係差唔多嘅。
都係同樣嘅3+1房，只不過個 size 上有啲分別122佢各方面嘅空間會做得比較多啲。同樣呢個入戶門咧，過到入到嚟咧就會有一個公共嘅洗手間。咁嚟到洞區呢邊咧就係南北通透嘅一個大廳啦。咁再入去就係我哋正區嘅一個房間排布。呢兩套因為個總價會相對高啲嘅，喺西區嚟講嚇，無論係105或者係122，佢嘅價格區間咧大概係150萬至到190萬之間嘅，具體睇翻樓層，所以我哋唔作主要嘅推薦。因為我個人感覺咧，佢呢個88平方喺同一個片區彩虹片區嚟講喺呢個面積段入邊係做得最優秀嘅嗰一個檔次因為佢2梯3火啦，所以佢可以做到專梯日火嘅。呢個電梯係一個雙開門嘅，過去嗰邊開門咧就係105平，咁嚟呢邊開門咧就係直接嚟到我哋88平方呢個單位，而且佢電梯入戶嘅呢個位置係非常闊落嘅，相當於有一間房咁樣嘅空間可以俾你去做收納。唔單止呢邊咧，仲會有少少位置咁同樣咧你都可以用嘅，譬如話細路仔嗰啲單車都可以擺喺呢度。唔會影響到隔離嘅住戶。咁因為有咗呢個空間啦，所以我哋入戶門係可以做外開門嘅，就唔會佔用到入邊嘅空間。同樣入到嚟呢度，你可以做一個收藏櫃喺呢邊。佢係一個飛機戶型嘅設計，有3間房、2個洗手間，而且成個係朝南向嘅，朝南向可以做到3個開間。呢邊一間房咧，呢度係餐客廳，呢邊仲會有一個主人房。咁佢嘅廚房空間咧就非常闊落嘅。大家可以睇下 L 型嘅灶台啦，呢邊開到採光窗。咁預留嘅冰箱位都可以擺一部細部啲嘅雙開門嘅冰箱。客廳嘅開間咧係可以做到3.4米嘅。喺88平方嚟講，做到3.4米嘅空間係相對比較少嘅，多數88平方最多就係做3.3米。所以佢開間大咧，佢整體個採光就會比較光猛啲。而且我哋而家喺2樓，咁9座呢度望出去咧，就係望到小區嘅一個泳池嘅位置啦。好，咁睇下佢嘅房間，因為飛機戶型係左右邊都會有房間嘅，即係主次會分開，互不干擾咁樣。呢度咧係公共嘅洗手間啦。咁旁邊呢度咧有間細啲嘅房間可以作為兒童房。佢嘅空間就唔算係特別闊落噶啦，就好多嘢大家去定製下，即係啲家私嗰啲嘢尺寸大家去定製。嚟到呢間咧就比較舒服啦。呢個係第2間房啦。咁呢度第2間房又好，同埋主人房又好啦，佢都係做到呢一個 L 型嘅飄窗嘅，有個拐角視野。雖然話頭先有同大家講過，佢上面有條梁啊嘛，所以佢嘅採光面可能開得冇咁大但係喺88平方，佢有個轉角位咁就使得成個房間咧係更加通透啲嘅，空間感會更加好。咁去睇下佢主人房呢邊，主人房入到嚟都有個玄關，有個拐角。呢邊咧係套廁嘅位置啦。咁出到嚟，大家可以感受下個主人房嘅空間。呢度咧係做咗一個大衣櫃喺度，咁可以擺2個床頭櫃，做到3邊6床嘅，擺1.8米嘅大床咧都係擺得到。飄窗都係好大啦。呢度咧整翻個梳妝台，咁每日朝頭早女士喺度化妝，其實心情都好好睇到咁靚嘅一個視野。咁總價嘅話，呢一套咧計翻落嚟就大概係130幾萬。對比我哋頭先2梯落嘅85平咧，佢嗰邊係105萬，相當於多過25萬啦。你可以升級到咁樣嘅戶型，有埋專梯入戶，而且係飛機戶型，主客互不干擾同時慳過到位，就係呢個戶型比較大嘅優勢。同時密度都低啲啦，最高就只有18層，咁你等呢都唔使等得太耐嘅。所以大家喺呢個小區其實係有好多種選擇嘅。你如果想揀平啲嘅，咁望高鐵就自然最平啦。咁如果你想要住得好啲嘅，我係強烈推薦大家睇下呢一啲小高層嘅戶型。130幾萬同片區嚟講，對比彩虹片區嘅華潤公園4季無論係發展商同埋品質上價錢上，我覺得天悅灣都係唔差嘅。
好，咁大家有咩想睇嘅樓盤都可以發俾我，我哋下期繼續去睇樓，拜拜。